呢度係大嶼山鳳凰山徑，係漁護署實施自己垃圾自己帶走計劃嘅試點之一。我哋一路走上山，果然沿途都唔見有垃圾桶，但係結果就係山路上面不時都見到垃圾嘅蹤影，甚至有強烈嘅尿味。我哋遇上有內地遊客，佢哋喺背囊底部綁咗一個裝垃圾嘅膠袋。佢哋話喺世界唔同地點行山，早已經習慣自己帶走垃圾。帶走吧，我們吃完了帶的。哦，在下面我們吃東西帶走，自己帶走。對，真的好。哦，這個很好。你們常常去遠足？偶爾吧，偶爾吧，都會帶這個膠帶。我們會帶着袋子，對。如果呢個世界人人都好似林先生咁就完美啦，咁但係現實往往殘酷嘅。去到鳳凰山天梯前面，海拔高達810米，斬柴坳觀景點嘅時候，伴隨我哋嘅唔係良辰美景，而係遍地垃圾。我哋甚至目睹有外籍人士坐喺一邊搣橙，而橙皮就咁抌落啲石嘅側邊。漁護署係喺9月喺5個試點推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計劃，移走區內嘅垃圾桶。試點包括鳳凰山徑、大埔滘自然護理區、大欖涌郊野徑、龍脊以及馬鞍山郊遊徑。我哋再去馬鞍山郊遊徑睇睇，同樣係充斥住垃圾。漁護署話計劃會試驗1年，分析成效之後再決定下一步計劃。綠色力量總幹事文志深就指，市民自行清理垃圾係責任，佢支持計劃，期望政府加強宣傳同埋教育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